大家好，今日帶你哋睇下珠海灣仔嘅藏龍灣樓盤。呢度交通方便，位於港珠澳1小時生活圈，距離港珠澳大橋延長線都只係100米，上橋就可以直接高速來回香港，10分鐘內就可以到達拱北口岸、青茂口岸。坐珠璣城軌到橫琴口岸都係4個站距離，去到邊度好方便。小區內園林式管理，無邊游泳池，配上冇遮擋澳門濠江一線景觀，真係好舒服。入戶大堂超高架空層，每棟都有管家專業服務，單位精裝交付，配有密碼鎖、中央空調。房間同客廳都有大露台，空氣對流，視野開闊。依家單價都係賣近26000到28000一個方，仲有兩地派送。需要了解更多樓盤資訊，快啲關注我哋啦！我哋會第一時間為你提供珠澳樓宇最適合你嘅筍盤。